用猪肉做原料的新竹公园，业者也烦恼讲，美国猪肉若准开放，生理会受到影响，烦恼消费者对业者无信心。咱也做伙来看讲，这寡店家是安怎面对这寡问题。 香港的贡丸汤，互人看甲会流烂，各用贡丸做越南菜，看起来嘛真特别。明年要开放，参与来客多半的美国猪肉进口，虽然对大量使用猪肉的新竹贡丸业者来讲，拢强调因的原料是温体猪肉，嘛是不免烦恼生理加减会受影响。其实美猪进来之后呢，我们会比较担心说消费者会不会说，因为美猪进来，然后不敢吃猪肉等等的。那其实就是民众可以不用担心啦，因为新竹贡丸绝对是用国产温体猪来制作，然后绝对是安全有保障的。为要消毒民众的挂论，不少餐饮业者暗算标示，家己用的猪肉原料来源，嘛有是比加工业者希望通好规定统一来源标章。一个餐饮业者来讲的话，目前持续的做法当然还是会沿用在地的台湾猪。那未来来讲的话，这个宣导的部分的话，包括标示、包括宣导的话，这个我们必须要做的。 台湾猪对口蹄疫的疫区除名了后，猪农总数暂时会当喘气，率来面对明年参来客多半的美国猪肉要进口的挑战。地方政府表示会落实清楚的标示，加强稽查，保障民众选择的权益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